Hello，大家好，我係 Channel。澳門海關喺上星期三，即係4月22號，喺橫琴口岸嘅入境車道截查一架輕型客車，發現一宗企圖偷運未經檢疫嘅熟食入境澳門嘅個案，喺車尾箱檢獲大約51公斤嘅熟食飯盒。涉案男子35歲嘅澳門居民，承認企圖將未經檢疫嘅熟食飯盒收藏喺車裡面從內地經橫琴口岸偷運入境澳門，涉嫌違反衛生檢疫及植物檢疫相關規定。澳門海關將涉及未經檢疫熟食嘅個案移交俾市政署跟進處理。唔少港澳朋友北上消費返內地嗰度食飯可能都會打包一兩樣返嚟嘅。不過一次過打包咁多睇海關嘅幅相應該有61個飯盒，確實係有啲多嘅。所以有網民就猜測會唔會係地盤飯呢？即係買返嚟供應俾一啲嘅地盤工人食用嘅。呢啲都係網友嘅猜測啦，真正用途係點樣就不得而知啦。但從側面證實，內地即係珠海同澳門嘅物價的確係有啲距離嘅。有網友就話喺珠海嗰度買個飯盒頂多15蚊人民幣。雖然而家人民幣升咗值啦，即係大約係澳門幣17個8左右。澳門買個飯盒可能都要30蚊啦嚇。當然啦，有啲三餸飯可能係27、8蚊嘅啫。但如果有啲茶餐廳未必得可能要40零蚊。所以喺內地買飯盒嘅話可能會慳到10零20蚊。但咁樣做唔得啦，違規嘅。但呢單新聞亦可能從側面反映部分澳門居民非常之熱愛北上消費，可能令澳門一班飲食業中小企嘅老闆有啲失望啦嚇。啲老闆喺度默默耕耘等緊大家留返一餐喺澳門食。點知大家咁中意北上消費，飯盒中意喺珠海買，所以澳門飲食業嘅生意都幾難做。仲有超市百貨啦，間唔少澳門嘅師奶都中意喺內地啲超市買日用品。所以澳門啲零售民生嘅零售而家都難做㗎。好，呢一集睇到先，想支持我嘅訂閱，我哋下集見。